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5个藏人团体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衣柜，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印度阿萨姆邦洪灾灾民；中国政府继续镇压西藏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在华盛顿召开，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团会见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印度法务部长护送佛祖舍利抵达蒙古国。驻台湾办事处提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驻北美和布鲁塞尔办事处官员出席周末藏语学校筹款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6月24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中出席了由5个流亡藏人团体集体供奉的白度母长寿衣柜。达赖喇嘛尊者在长寿法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基于西藏人民和尊者之间的业力和因缘，虽然西藏在过去经历了重大的挫折和障碍，尊者将继续为西藏人民的福祉长久注视，并再次重申将注视100多岁。尊者还指出，西藏的议题是关于真相、真理和正义的议题，并强调西藏的正义事业一定可以尽快的实现。随后强调了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以及世人对此的关注。另外，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于近日遭遇特大洪灾袭击，造成至少60多人罹难，目前有超过450多万人受灾害影响。连续数天的洪水还造成布拉玛普特拉河决堤，超过5000多个村庄被淹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立即致函该邦首席部长希拉特萨玛博士，表达慰问，并指示甘丹颇章信托基金向灾区提供救灾资金。此外，近年来，西藏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政府无情的打击对象，并且被当局作出严厉的惩罚。包括在秘密关押数月后判处长期监禁，其原因竟是犯下中共当局所谓的分裂国家罪，但实际上藏人只是在行使西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基本权利，以及维护西藏民族的身份。根据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的报道，现年48岁的西藏安多知名诗人和作家伦悟根登伦珠于2021年12月1号被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据悉，在伦悟根登伦珠发表他的最新诗集《轮回》后，中国当局于2020年11月11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县附近的伦悟寺逮捕了根登伦珠。另据该中心的报道，现年34岁的西藏知名作家土登洛卓于今年6月14号前后被中国政府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4年06个月的监禁。自去年被捕以来，他在过去的8个月里一直被囚禁在一个从未公开的地方。据该中心最近发布的另一份报道证实，西藏安多知名作家和学者伦悟刚嘎自2021年初失踪1年多后，当前已被中国政府拘留。从中国当局近期对西藏知识分子的一连串判决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正在有计划地针对西藏的作家和学者，削弱他们倡导和保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力。
另外，由西藏人民议会主办的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于美国当地时间6月22号上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和来自全球26个国家的100多名各国议员参加了为期2天的会议。在美国国会山参议院迪尔森大厦举行的开幕式上，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通过视讯发表讲话。尊者在视频讲话中表示：“아주 안도보도 지금 아주 센줄레디 열데 이네 그저 토도기 지금 그게 다고로 겹쳐 두스지 그 누버지 통구도 배랑 아랭안에 차샤네 근데지 타네 야다 살롱 셔버지 차인데 지 거바시메 이네 참지생에디 제셔로 겹쳐 지 제대기 사들이 인도 다 데려다가 안다 계지식 손도든지 셔버거도 조 벽이 접시가 강에 rel라 조 벽이 리슌디 시 냠보 소시 민영 공부 영야라 데이터를 찬스 투구 숙세스 셰토나 대가서 접시가 타네 랑전식이 쓰게 말이 냠보 로카시아 권에 내세고 러이 아주 랑전 쪽이 메스 아니 그 리슌 다 아니 게이디 송접치야디 시부지 대셔보도 없으니 내도 셔디요 디 첼시가 타네 캐나다 견드로가 개민도 애는 뭐이네서 들께서 캐나다 나라 낭배철로 통화생에 치망치망 저디기도가 자 된지기다 나다가 원에 아주 벽이 쳐도 리슌디 제 냠보 소주 민영 공부 야오지 중도나 별 미리시고 뭐인데 다제 홀 미리 카드이디 소리 카드이디 되는 뭐하는데 쳐서 대나랑 나를 샤샤나 벽 리슌 삼바상고지야 여럽지야 리슌디 대나 저울랭게 메모 치시예베 계급디 나로라 뭐냐 전에게 벽에 판도 용도하지 샤드샤随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司政边巴次仁分别致欢迎词和介绍本届会议的主要目标。特邀嘉宾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在对来自世界26个国家的众多与会者发表讲话时指出，他们的出席象征着对西藏所代表的真理和慈悲力量的支持。此外，与会的国际深远西藏运动的主席理查德·基尔先生和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达蒙·威尔逊先生相续发表讲话，强调了维持和加强西藏自由运动的重要性。在开幕式结束后，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副议长周麻次仁女士、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的代表与来自全球26个国家的议员、专家和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的简报会，深入讨论了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环境恶化等相关议题。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本周四6月23号首次在国会举行解决西藏味觉冲突之障碍为题的听证会，邀请各国研究人员和历史专家出席听证会。此外，由司政边巴次仁率领的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团于本周二6月21号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在国务院会见了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女士。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副议长周麻次仁、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和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郎杰曲柱博士陪同司政会见了特别协调员。在当天傍晚，司政边巴次仁还与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礼节性地拜访了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范士丹女士。
在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召开前夕，司政边巴次仁还访问了美国北加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藏人社区，并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了讲话。与此同时，由印度新德里的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佛陀舍利等圣物，于上周一6月13号，由印度法务部长基伦·黎吉珠率领的代表团护送至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并将在乌兰巴托的甘丹寺内展出11天。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及独联体国家办事处的代表戴洛仁波切在展览活动开幕式上宣读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书面致辞，包括蒙古国前总统恩赫巴耶尔、蒙古议会议长赞丹沙特尔等政府官员，以及数千名僧俗民众参加了开幕式。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于上周五6月17号晚间，提前在台北福华饭店举办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7岁庆寿会。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先生、客家委员会主委杨长正先生、台湾总统府前秘书长邱以仁先生、蒙藏文化中心主任高玉珍、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台北市议员林义梦等台湾各界政要，以及包括美国在台协会政务官傅立文、德国驻台代表许若葛和印度台北协会副会长索哈格森，台湾各藏传佛教中心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应邀出席了祝寿活动。驻台代表格赞坚参在祝寿活动上致辞时，首先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以及尊者与台湾信众的关系、台湾放宽对流亡藏人的政策等议题。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先生在祝寿活动上致辞时，保证台湾政府将坚决支持西藏的自决权和实现宗教自由。随后，多名与会政要相续发表讲话，就尊者对促进世界和平的贡献、西藏的自由斗争、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等为题进行了发言。在当天的祝寿活动上，驻台办事处还发布了名为《达赖喇嘛文集20》的新书。该书内容汇编了尊者在各种活动上发表的演讲。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先生于上周六6月18号代表驻北美办事处出席了洛塞凯蔡林藏语周末语言班成立25周年。次成嘉措先生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重申了达赖喇嘛尊者就有关西藏的语言和文化重要性的教导，并讲述了西藏传统文化的发展，以及目前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的打压情况。当天，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秘书长赤列汪多先生在安特卫普出席了比利时藏人协会下属的周末藏语学校举办的文化募款活动。赤列汪多先生在致辞时呼吁年轻一代藏人努力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以及现代知识，为西藏的自由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